珠海最貴同最平嘅地方相差幾多錢？講出嚟你都唔信，足足3倍有多。首先講下老鄉洲區，呢度係珠海嘅定海神針，市政府頂級醫院、名校全齊，公務員、醫生呢啲高收入嘅中產全部聚晒喺度。你話配套冇得複製，樓價又點會跌啦？均價3至4萬蚊一個平方，貴得有道理。如果要保值嘅呢，呢度最穩陣。如果 budget 少啲，又想住得舒服嘅，南屏、南灣2萬零3萬蚊一個平方，環境靚，但本地客又未必 buy 喎，因為教育資源比較少啲。如果你係投資客，呢度都係一個中期嘅潛力股。仲有十字門純新區就喺澳門隔離，城市界免薪。雖然依家認可度仲上升緊，但未來發展潛力都唔錯。香洲區裏面十字門最貼近澳門同橫琴，均價2至3萬蚊一個平方，呢個價位好有升值潛力，非常值得考慮啊！再睇下橫琴啦，呢度係有錢人嘅玩具，有政策嘅加持，定位頂級，均價3至4萬，未來發展潛力巨大。如果你係高淨值嘅人群，呢一度就係彰顯身份嘅象徵。珠海北邊嘅就有唐家，均價1至2萬，性價比之王啊！深珠通道落橋位，高效雲集，20間上市公司撐腰，環境又掂，自住投資都可以。講完東邊，講西邊啦。西區都有一個好大嘅驚喜位置。先講金灣，離主城區20分鐘嘅車，配套十足，環境一流，未來西區嘅核心城市。但係兌現期比較長啲，現時均價1至2萬，啱中長線嘅投資者。最後就係斗門啦，珠海剛需嘅大本營，均價係8000至12000蚊一個平方，係珠海上車門檻最低嘅區域，位置較遠，以製造業為主，生活配套同核心區域有差距。但正因為咁，佢填補咗市場上最實惠嘅需求，係唔少人首次置業嘅選擇。珠海樓價嘅邏輯從來都唔係淨係睇價錢買，而要睇下你嘅需求係配邊區。你依家就要享受配套，定係願意用時間去換取升值嘅空間？你嘅預算、你嘅用途同埋你嘅時間成本加起身，先至係你正確嘅答案。